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49章，关系阿文人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拢无人是无，恁拢无人通继承产业是无？是安怎？互拜美律公的人侵占家己支族的土地，住伫遐的城？上主讲：看咧，时日一个到，阿文人的首都拉巴会传出交战的声，拉巴会变做荒废的土堆，因的城镇会互火烧。以前因侵占以色列，现在以色列会对因收回国土。希实本人着哀哭，因为哀城变做荒埔。拉巴的住民着嗷叫，摕抹布下腰，着啼哭，伫城墙内四过丛，因为美律公甲伊的祭司以及官员画做一个互人掠去。陪伴的子民啊，恁是安怎伫夸口家己的气力？恁的气力已经渐渐衰退。那还伫挖靠家己的财宝，想讲无人会来侵犯。至愿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看咧，恁会互对周围国家来的恐怖包围。恁要逃走，虽然还有性命，无人会当甲遮个四散的难民组织起来。毋过后来我会互受领的阿文人倒转来，上主安尼宣布：关系以东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伫提曼袂当阁找到智慧是无？明理的人无法度通提供好的建议是无？因的智慧拢无去是无？底但的住民啊，赶紧撤退逃走，去密起来！我刑罚以色的时到啦！我要降灾祸互伊。满葡萄的若去你遐，减袂留淡薄；刹那眠时来偷，减是摕伊所爱的物若定。毋过我要甲以色绑甲光溜溜，伊温捌的所在会露现，无所在通觅。伊的后代亲族厝边拢会受消灭，无剩半个。就将恁的孤儿放互我，我会保全因的性命。恁的寡妇嘛着倚靠我。上主讲：你看，连遐个无应该受刑罚的，嘛着啉刑罚的杯。你减会当免受刑罚？无可能，你一定着啉。我记家己入世，波斯拉会变做荒废的所在，受凌辱，受咒诅，互人着惊。富贵的城镇嘛会永远趴远。上主安尼宣布。我对上主遐听到消息，恁找使者去列国讲，恁着组织来攻击以东，甲伊交战。上主对以东讲：我要互你伫列国中变做弱小，互世间人看轻。恁住伫石洞内，伫山顶底固守。虽然亲像鹰鸟做秀，伫悬的所在，我嘛要对遐甲你拖落来。你毋通互家己的声势、心内的骄傲骗去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以东会互人戆影，对遐经过的人拢会着惊，搁因为伊拄着的灾祸，甲伊踢笑。亲像索多玛、蛾摩拉甲附近的城镇倒坏，以东嘛会安尼受毁灭，袂阁有人住，
嘛袂阁有人伫遐寄居。我要亲像狮对约旦河边的树林出来，去攻击青翠草埔的羊群，真紧甲因赶走，离开因的国土。我竞选什么人，就派伊统治这个国家。啥人会当甲我比？啥人敢传我出庭？倒一个统治者敢对抗我？恁着听上主攻击以东甲提曼自民的计划，因连上弱小的都会互人拖去，我一定会互因徛起的所在荒废。以东倒坏的声会互地大震动，人喝休的声会探到红海。伊的对敌会亲像鹰鸟铁石冲落来攻击波斯拉。迄时，以东战士的心会亲像吹船的妇人人遐尼痛疼。关系大马士革，上主讲，哈马甲阿尼伯的人非常不安，因听到歹消息就失胆，亲像海涌浪浪滚，袂平静。大马士革的人失去勇气，因活转身要逃走，煞互痛苦忧愁牵条条，亲像吹船的妇人人共款。这个互人懊恼的城，我所欢喜的城，是安怎会受放杀，完全拍远？因的少年人会伫广场互人杀死，伫迄日，因的战士会互人剿灭。我要放火烧大马士革的城墙，烧毁便哈达的宫殿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关系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拍败的基达甲哈索遐个国家，上主安尼甲巴比伦人讲：起来，上去攻击基达，剿灭遐个东方的人，去抢因的布边甲羊群，以及因的帐幕甲所有的工具，骆驼嘛拢甲抢去，着甲因话讲，恁互恐怖包围啦。上主讲，哈索的居民着赶紧逃走，走去向国深的所在密起来。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要害恁，决定要攻击恁。上主阁讲：起来去攻击遐个无看无路、安然徛起的人，因无城门、无门窗，是家己单独徛起的居民。因的骆驼会互人抢去，因做精生会互人劫去。我要甲所有铁鬢边的人赶散去逐所在。我要对四周围降灾祸互因。下索为诚侪豺狼大的所在，永远荒废，无人徛起，嘛无人伫遐寄居。上主安尼宣布。犹大王西底家拄继位的时，关系以南。上主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看咧，我要压制以南人的经，这是因相战的时上主要的武力。我要互风对天的四面吹来，甲以南人赶散去逐所在，全地逐国拢有以南的难民。上主阁讲：我要互以南人伫孝想因的性命的对敌面前行行。我要对因发受气，
降灾祸予因，阁要用战争甲因彻底消灭。上主讲：我要消灭以兰的君王甲官员，伫遐设立我的宝座。毋过将来有一日，我要互以兰受掠的人倒转来。上主安尼宣布。